谢谢大家今天来到这场音乐会。那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，然后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古典圣乐。你们觉得那个古典圣乐有比敬拜赞美不嗨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嘿嘿嘿，好，我们请钟牧师帮我们做结束祷告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感谢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因着你，我们聚集在这个地方，因着你的圣灵来带领，来激起像风云老师、仁杰执事这些创作者，为了你的名来创作这些诗歌，让我们在我们听了以后，我们真的心里面得着安息。从你的他们的诗歌里面，我们看到基督徒因着认识主耶稣他的生命的力量。主，我们恳求你在这地上，愿赞美你的声遍满这宇宙，遍满这全地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你来得着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为我们预备了今天下午这个宴席，让我们好像预尝在天国的滋味。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也愿我们等一下我们要离开，愿这些诗歌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的安慰，成为我们的力量，也成为我们众弟兄姐妹的祝福。我们感谢你，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